透早起来8点钟，早暗老板夫讲起，做工认真的选一个，查某囝要嫁互伊做牵手，抢啊抢啊，动啊动啊，赶紧来去，认真打拼的，看会嫁我袂。早暗梦中梦一梦，梦着老板查某囝，大裤好大个大指甲，老板讲要嫁互我做恶桑啦，三啊三啊巴拉巴拉又个好男人，老板的千金囝哪会这呢歹？往西甲往东，想来想去无采讲。阮是艰苦的咱这人，每日三顿实在是真困难。乌白话哦，乌白插刀也是无半项，敢要嫁我这款善家人？